各位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在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会乘做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未来会一路向西边往中国海南岛的方向行。甲台湾是拄好小小心，目前看来是未发布风台警报。不过今仔日的天气也是真热。在嘉义有一个39岁的农民。昨日方发现伊倒伫个田的附近已经死亡，也那伫个云林县嘛有一个85岁的负责人，那就是捡日头拍一个怎安尼戆起，怎安尼稳落倒伫个涂骹。提醒民众，即几工日头是真美，若是伫个日头骹做工课的人，都要特别注意。台湾南方是一个大低压带，目前在这个低压带中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即将增强为轻度台风。它未来会往西朝南海的方向移动，而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会对我们天气有些影响，并且也会带来长浪的现象。另外要注意到，低压带的东侧这里也有非常多的水汽，预计在周日、周一会逐渐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气象局表示，热带性低气压即马正伫咧整合，无排除会增强做风台，目前是偏西北西方向伫咧行，离台湾上晏有400到500公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礼拜天气变化较明显，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可能规工拢会落雨。这2天天气差不多，气象局叫民众爱注意管温。13下到2点外。救护人员到现场时阵，镜头无翕到的所在，有一位39岁农民倒伫咧田边，无生命现象。救护人员初步评估，该男子脸色发干，身体呈现僵硬，无呼吸、无脉搏。迄当阵温度超过35度，也无小派分裂，警方排除他杀，怀疑是天气上热造成死亡。即卖也搁伫咧调查。同款伫13，云林县四湖乡有一位85岁阿嬷。正中昼坐伫咧点仔架路顶，巡逻警察看伊热甲规身躯软到到，赶紧送病院。经了解，该名老妇人因身体不适而晕坐于马路，在户外选择阴凉处去休息啦。那在个人的部分，也可以选择着装一些比较浅色的衣物，或是一些抗紫外线的衣服，来尽量避免阳光的曝晒。那很重要就是要定时去提醒自己要补充水分。医生提醒讲，天气热尽量莫出门，日头晒了，若发现头光、喘气袂顺、汗流袂出来这挂镜头，就要注意是毋是热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头一粒全部家己制作的气象卫星“大风者”。爱算伫今年9月份会发射出去。国家开通中心昨天有举办大风者卫星启航仪式，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等等的官员嘛有去参加典礼，希望这粒卫星会当帮助气象也有科学研究。伫报报顶悬签名劳祝开会了后，头班车载卫星厂离开。台湾家己做的大风者卫星14载起为太空中心的手棒运出，准备送去桃园机场。它会发出电磁波打在海面上，它接收到以后经过讯号放大，然后讯号处理，然后可能可以估算出来这个海浪到底浪高多少，对于气象的预报非常非常的重要。大风者卫星是第一粒台湾制作的气象卫星，自测率超过8成，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机，会伫550到650公里的卫星轨道，接收全球卫星导航相关的信息，来计算海面风场资料。这是目前上缺少的气象资料。我们未来发射了10几颗卫星，所以变成它就自然形成一个星群数据量甚至会比现在的福卫7号6颗还要更多。大风者卫星配合地面雷达的高解析度近海风场资讯，营造回风台路径，供港和预测加海气交互作用在研究。太空这个网络接起来以后，跟我们地面上的网络接起来以后呢，你可以想象很多的应用，现在才正在开始。承载台湾发展太空产业、参与太空时代的决心。那么猎风者卫星更代表了台湾制造，不仅能站上国际，也飞向太空。
总统蔡文甲行政长陈建仁等官员亲身出席立丰者卫星启航见证。其实卫星原本第一季就要发射，不过进前规划在的植入性试行火箭，去年12月第一摆商业发射失败，才延后时间。即马立丰者卫星准备好，要在植入性火箭第一发射过亚那升空。台湾这几年来自主研制卫星实力继续提悬，除了仰望立丰者为全球气象科研带来贡献，也仰望台湾伫太空产业设计、制造甲发展，应继续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甲中国两大经济体渐渐脱钩，中国已经毋是美国上大进口国，这是15年来头一届。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今年5月份之前，美国为中国进口的是年减25%，金额是1690亿个美金。因若为墨西哥进口是1950亿个美金，创下新高。加拿大是1760亿个美金，是拢超过中国。咱来看《中国时报》，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已经签署头一批协定，将来也有7大议题爱协商。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呼吁，后一个阶段的主题包括劳工、环境、甲农业。在立法院开议的时阵，每一项主题至少会开一届联席公听会，要未完成进前，未甲美国做实质的谈判。咱来看《联合报》，金管会提交防疫险理赔风暴检讨报告，予立法院的财委会。这份报告14公开了后，产险业者是悄悄起来批评。内底7页的书面报告全部拢伫检讨业者。业者认为讲，上大的问题就是政策向向改变。不过金管会却是把这责任拢总撒予业者。有人表讲，歌手陈升伫几啊年前强迫一个查某设计师啉烧酒，而且甲伊性骚扰。受害者伫人面册公开了后，虽然是有收到对方写批来甲伊回失礼，不过这个过程是来来回回，而且伫闪责任，那处理的方式嘛，互伊感觉真失望。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后，本地7月2日，陈升是要伫咧天宝的美女节来演出，即嘛按算要取消啊。那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对性骚扰是绝对袂容忍的。伫舞台顶搁唱搁跳，带动气氛。歌手陈升最近互女设计师控诉讲灌酒搁骗骚。受害者伫面册发文讲，2019年互陈升用言语在性骚扰，甚至是一入门就互伊一直上。虽然讲已经收到回失礼的批，但是内容是改来改去，对代志的经过讲了无实在，处理方式互伊真失望。转接语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实际上，靠互陈升的团队是卡袂通，但是陈升的经纪人用文字回讲，目前正在讨论，多谢关心。陈升讲入Me Too的争议，原本7月2日伊要参加2023天舞的美女节的演出嘛话停。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对骗骚绝对是零容忍，商业处正式会调整演出的名单。艺人陈升是我们这个活动卡司的其中之一。而不是全部的一个都是由他来表演。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我们会针对这一段呢会做一个调整，已经有预定的一些人选，那会在争取整个一个排程当中。新报道康乐队的陈升黄连玉，小连却是捲入骗骚的争议。客家歌王刘小希13嘛伫社群发声，宣布要退出客家世界破烂会的开幕音乐会，原因就是主办单位要求伊唱3条新报道康乐队的歌，禁止伊唱家己客家歌的创作。汤市文化局讲，合唱歌的选择是包括真侪种语言的歌，绝对无这种去打压客家歌创作的代志。尊重节目制作单位对晚会整体节目的安排，也考量社会观感的问题，同时在调整曲目当中，那沟通过程没有办法同步，也没有办法整体的说明节目的安排所以造成了刘少熙老师的误会。对刘小希的反应，活动的制作单位嘛澄清讲，真歹势，因为沟通的关系造成误会，团队嘛会继续向刘小希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劳资协商协调失败的原因。所以美国好莱坞的演员嘛，甲编剧为当地时间13开始要做伙罢工。这是63年来出现编剧甲演员两大工会做伙罢工的情形。也那这嘛，致使所有工课进度全部拢冻点。
克里斯多夫·诺兰执导的战争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在日伦敦举行上映。麦特·戴蒙、艾米丽·布朗、乔许·哈奈特这主要演员拢出现在红地毯。只要知讲美国演员决定展开罢工，拢提前来离开上映会，表达支持。 And then if they call a strike, we'll go home. Both the writers and the actors to kind of set the ground rules for the future because, so much is changing so quickly. 拥有16万会员的美国演员工会甲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在假资方，也就是电影电视制作人联名的协商破裂，以提悬串流时代基本工资，保障工作权，不互人工智慧取代这条件，某党来达成共识。 迪士尼执行长埃格也讲，演员甲编剧要求无切实际，会伤害伊原无完全对疫情中来恢复的娱乐产业。了后，演员工会投票一致通过罢工。以戏剧影集《天才保姆》红起来演员工会主席法兰德雷雪批评资方的态度真激气，实在是伤贪心了。How they plead poverty, that they're losing money left and right when giv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their CEOs. It is disgusting. We are labor and we stand tall and we demand respect and to be honored for our contribution. You share the wealth because you cannot exist without us. 美国即阵面临63年来头一摆编剧甲演员相残的罢工，今年热天有顶的真侪拍片甲宣传拢受影响。电影甲电视制片人联名表示遗憾，讲工会选择一条会为无数业界人士带来经济困难的路。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咱来关心罗西亚最近这几年是一直加强控制社会掠头。罗西亚国家下议院14三读通过一项法案，明文禁止变性的手术。 也有伫咧正式文件改名甲变更性别。国会议长讲，这个举动是要捍卫传统文化甲家庭的价值观。不过，人权团体就烦恼讲，若是安尼，自杀的人数恐惊是会加悬。俄罗斯国家下议院审理一项禁止变性的法案，13个议徒先是391票赞成全票通过，14三读各再以386票通过这项法案。未来唔但禁止变性手术，也袂当伫咧任何正式文件改名，也袂当做性别变更的登记。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страна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которая сегодн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ует тому,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Штатах. В Европе и делает все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семьи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这项法案这个拿准先天性生理异常的人会当进行变性手术，不过必须由政府的专门医疗小组管理。原本对跨性别者减轻焦虑的治疗，以后也拢会被禁止。安尼就是引起人权团体强烈的反弹，批评当局侵犯人权会抗争到底，也担心自杀率会增加。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72% of trans people experience depression or attempted suicide. I can predict this law was this will lead to increasing these numbers. 欧洲国际同志组织2022年所发布的排名，俄罗斯排伫咧对同志上无友善的国家。俄国2013年先通过反同志宣传法，2025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将婚姻定义成为一男一女的结合。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 защищать брак именно как союз между мужчиной и женщиной, то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власти буду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после смены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дним из партнеров в браке брак станет однополым, и поэтому он не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России. И в этой части как раз брак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будет аннулироваться. CNN 报道，新通过禁止变性法案，可能甲俄国议员组内面有跨性别人士有关系。这项法案也要经过联邦委员会批准，并且由总统普廷签署，才能正式生效。公视新闻张伟廉、张建光编辑。镜头转来咱国内，检方进行10天的专案行动，这届有抓到49个人，查扣上千万，其中有嫌犯佫利用假投资诈骗。根据警方初步估计，差不多有200个人被骗去，佫有嫌犯找物流业者，私底下替业者咧换钱。为内底蹭利头，一年过手的金额都有5亿的台票。警察甲门弄开，叫嫌犯拍咧涂骹，对伊的徛家超出大量现金。提点钱机来点，有台票、佮港票，加现场的销行钱，差不多都要9千万。
靠手铐互人上班，伊就是34岁细林的主嫌，组一个地下换汇集团，讲这手料费比银行搁较犹太。私底下替米酒公司专门咧做两花汇款，搁找物流公司来甲斗暗号。以汇兑公司名义那透过物流公司这种代收代付多笔且复杂的交易记录这种特性来掩护它的地下通汇的金流。刚好物流公司负责代收代付，逐条交易完成，就当抽一拍。警方查到不法集团当年过手的款项，就超过大票5亿。除了有人咧违法换汇，另外还掠到假投资诈骗。入去到徛街所在，掠到这姓王的查甫人，警方发现伊的身家讲伊是咧做出版的，开说明会招学员来做股东，逐个月会当领1趴的股利，过来就骗民众爱投资公司所出的加密货币。代志别康就比无人，等若风声过，就搁再开新公司继续骗人。警方暗算有超过200人受害，违法得利超过2000万。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扫荡黑道帮派以及尤其诈骗案件，跟去年同期来比较，有大幅的一个成长，打诈的能量都继续在发挥。过来诈骗猖狂，各种犯罪一再出现，警方嘛拍拼咧查，10天的专案清扫就掠到49人，查扣不法现金2500万。不过除了尾仔掠宝，要安怎伫民众受害进前，就甲先查落来，发布会游玩搁要受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嘉义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为全国各校啊、高中也有高中的学生设计一系列课程，互来上课的学员会当透过这个机会来接触无人机的产业，培养相关的兴趣。学生囡仔摕家私咧导因家己的无人机，准备等下要来表演。嘉义县溪口高中的学生甲武德甲无人机合作伙，要来展现控制无人机的功夫甲创意。一开始是本来还不熟，然后就是我们有老师一直指导，最后我们有做，就是也有用无人机做一些发明，然后就是我觉得操作起来还蛮顺的，就是很简单这样。今年第2届无人机营队计共有3梯，邀请全国各小、国中、甲高中的学生来参加。有家长专工带囡仔落南，希望会当学到专业的知识。主要是因为那个妈妈有先报名了，所以再来。但是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做那些科技跟机器人，然后也很喜欢做模型之类的。我喜欢会飞的东西。那你来上这个课，你会很开心吗？会啊。那这个产业其实是比较属于前瞻的科技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我们亚创中心其实有40家厂商那大家都希望有一些人才可以后续可以挹注到这个产业进来为着要来培养未来无人机的人才，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举办无人机的营队，为飞行概念开始到导无人机来试飞体验拢有，希望培养学生对这个未来产业产生热情甲兴趣。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人讲愈在地就愈国际，即嘛真侪少年辈无啥会晓讲母语，真大原因是台湾的语言政策敢若注重华语。依照法律规定，袂使讲母语。甚至是搁立法严格管制母语节目伫咧电视播出的时间，一直到1993年，立法院才甲广播电视法母语的限制这个条款提掉，到昨天拄好是满30年，而且2018年年底佮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互母语有国家语言的地位，希望透过政策甲民间做伙拍拼，咱台湾会当甲母语吹转来。会晓讲母语应该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不过，根据行政院2020的调查，台湾有6%的民众和人沟通的时是使用华语，用台语的干那3成，客语只有1.5%，其他的语言无到1%。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了后，伫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搭合阁有消灭台湾的母语。1976年，阁颁布广播电视法，严格管制母语播出的时间，一直到1993年30年前的7月14日，立法院总算是甲广播电视法的限制母语条款删除。广电法甚至还有规定，就是说1个小时24小时里面只有1小时可以用本土的语言去播这个节目。然后选在比如说中午1小时比较冷门的一个时段，基本上中华民国都是以独尊华语，然后甚至在学校禁止说方言，然后要挂狗牌，然后甚至有罚钱啊、罚站之类的。
所以这样就会造成语言的一个压迫。国语运动造成的伤害，致使台湾人的喙齿袂晓讲家己的母语。国家机构发展法伫2018年12月底通过了后，台语、客语、关注民语或者是手语，全部拢是国家语言。即马嘛有侪母语团体、母语家庭办活动有意识，要甲家己母语的根找回来。伫母亲节是阮逐年拢会办一个迄个社区的迄个艺文活动，艺文活动上要紧的主要永远是就是台语的工课演讲。看图广告，母语团体是表示，望透过这款活动，会当帮助母语的推动，也若民间真拍拼咧送，也希望国家的政策会当去宣导讲母语使用的重要性。记者柯嘉山、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来看，伫台南出世为政治红仔图的画家黄浩明，17年来，无论是政治现象，也是社会议题，伊拢用批评兼笑诼手路来表现。最近，伊头一届办个人的展览。伊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有无同款思考的角度。伫白纸顶头用鉛笔甲塔克来想到的创意画落来，初步画好，再用乌线描一解，落尾传去电脑画色，安尼就完成一张红仔画。本业咧做室内设计师的黄浩明，因为兴趣，对2006年开始画政治红仔册。17年来，伊头届办个人展览，不论是反内底，也是传染病等社会现象，伊拢用批判兼笑诼手法来呈现。4格的漫画其实真的是不大好表达那个意境出来，可是他画得非常的一针见血。因为我是批判的角色，所以我不太希望去跟政治人物有接触，因为我怕我会因为有情感因素，我怕我会有偏颇，所以对各政党我都会用我独立思考角度去批判。推到电视261张红仔画手稿，现场嘛会使看到北仙菜等传统文化作品。另外，搁做一张政治成就甲门神。黄浩明讲，要互大家思考对戒严到当的政治人物，敢无人互民众抱甲那新共款？会甲政治红仔结合文化的想法，原来是黄浩明的阿祖是早期真有名的彩绘师黄爱，就安尼伊的创作风格嘛受到影响。不喜欢很清楚、明确的、完全透露我想要表现。本来会觉得他是严肃的，但是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当你遇到立场不一样的人，你也可以用很诙谐的方式。五花杂七的多样配文字，政治红仔画甲复杂的议题简单化。创作家表示，用自由画图的表达方式，会使互人看到民主自由的价值。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今年是中华建馆300年，有举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其中有表演团体要伫咧热河的市场、甲八卦山的金桥水墙的演出，而且还有邀请在地居民共同创作，要扮演出因对中华的历史记忆。空袭警报一弹，表演者开始震动身躯。详细甲看，其实这演员有8成拢是一般民众。今年的中华走读艺术节以建馆300年做主题，有表演团体结合在地居民共同创作，选伫热河市场甲八卦山的银桥水墙演出，要为日本时代的中华讲起。为奈何石墙行落来，是因为奈何石墙是日治时期。奈何这个人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作家啊，嘛是人讲伊是中华的妈祖啊。为100年前，然后慢慢下来到迄瀑布的所在有较近啊，过来甲银桥是较现代安尼。这摆的演出利用无同时代的声音基地来表现，亲像热河市场会有空袭警报。60-70年前有自然泉水的金桥水墙，就利用水声来做表演的音乐。来报名参加演出的民众，嘛希望大众对中华印象，毋若是有好食物，其实也有真深的在地文化。想到物件，中华大粉、肉丸，这边的演出是有在地文化嘛。讲奈何石墙，我捌看过，毋过第一届较斟酌、较详细去了解。创作团队表示。邀请民众共同参与表演，除了会当加强故事的表现，其实嘛是要勾画民众甲艺术的距离。团队目前正咧加强排练，是到月底会正式演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来看大岛地区，26度至33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